時你再講幾遍5遍音，你喊我幫你買部雜嘅啊？你會聽咩啊？小氣部拍完這杯卡蘋果手機話查嘅約定。你喊我攞你傾幾陣機，你聽唔起話？幾5遍音攞你安排。所以說講下兄弟們，我寧願去收一個認真啊，會比我又唔願意買一個幾陣機。至少認真機啊來無是怎樣無客啊？幹嘛5遍就會100意思唄？這邊框還算說得過去，屏幕也是有輕微使用痕跡的，這屏幕也是滴水成珠的哦。下一秒是冇妹仔啊，打嚟食嘢啊，面容又是最弱啊，然後呢打嚟停嘢啊，即係屏幕人菜，有隻人菜證明無換過片，停嘢鏡頭有嘴型無，幫大幫細都冇妹仔啊。細粒小偷又是冇妹仔啊！哎，你係幹嘛？做直播吧？似樣嘛？似樣啊？你唔得嘛？冇妹仔啊，直播啊！我唔得，你都正常講咩噶？哎呀，趁下我9點吧。